去 London 我的名字是从香港来的。那昨天的死亡冥想呢，感觉是很特别的。我的所有东西都死亡了，但是没那么多的感觉。但是昨天就是原来我恐惧的是就是摧毁，摧毁原来对于我来讲只是一个笑话。昨天开始了，我全身都是轻松的。我觉得我很多 idea 在我的脑袋中，很多都是要发出来，要发出来，全都是很好的。我觉得他也给我说，我现在现在正在我的生命中，会有一个很大的蜕变，都是这样的。I'm so excited about it，就是我现在就是很兴奋。你们呢真的要来去想那个情，因为这个真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。